到49天，那个时候啊是中阴身，中阴身呢它在活动，那我们有求道修道，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动啊。那假如说社会人士啊，他没有求道，那他中阴身啊，就他的行为，假如说都没有做善事啊，大概不到几个时辰他就已经没办法自由自在了，拢已经袂叮当啊，所以终身我们要了解到，是我们已经归空的时候，到还没有决定说要上天堂下地狱那一个时间叫中阴身，然后我们要来出生，就是已经离开我们原来的地方，还要投入父母亲的身体了，那个时候那一段叫中阴身，除了这两个以外啊都不算，都不是中阴身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中阴身只有这两个时段，一个是要来投胎，一个是已经死亡归空，两个时候死亡归空是49天了。你看他要来投胎，投胎的时候是经过他的假如说受罪完毕出来，然后走入这个空间，空间整个是黑漆漆一片的。假如说他跟父母亲有结缘，父母亲那个地方会发出亮光，他就看着亮光一直朝光走，就投入亮光，然后那个母亲就怀孕了，就已经投入。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投胎的时候是我们的第8阿赖耶识来投胎，那个时候还没有投胎叫中阴身啊，投胎以后就不叫了，不叫中阴身了，那个已经呢就是第8意识，然后第8意识在那个母亲的肚子里面，一直到怀孕充足以后，然后出生，然后出生以后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出生一定要哭了，哭的时候我们的灵才进来，虽然有第8的阿赖耶识在，可是我们假如说没有进来没有慧格没化了，所以有经验的医生走山不拢会给你鸡蛋脚骨干下来然后打他的屁股，然后就会哭了啦，小孩就会哭。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那个来投胎的人，他已经生生死死久了。每一次经过第10殿孟婆庄那个望本堂，他已经喝到那个效力都极低呀，他都知道在的完成很苦，我不要气，他不要气已经被那个一推了来了，所以那个医生就会处理就把他颠倒，让他哭了，一哭了脸就气了，水就活了，那个医生就放下来，好啊，没事呀，他就进入互换生死了，就一定要经过生老病死这样，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中阴身跟阿赖耶识它的关系中阴身是行动的时候，那个阿赖耶识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8识里面的一个。那么阿赖耶识呢，我们叫含藏识，含藏善的种子啊。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第8阿赖耶识。那第8阿赖耶识我们修也是要靠它，因为它呢含藏种子，又含藏天地的所有一切，叫如来藏。所以我们那个第8的阿赖耶识叫做如来藏，含藏天地含藏，所有一切都在里面。可是我们因为人跟天地没有直接关系都不仅关心它，就关心到我们的那个变化，所以就讲摄种子你行善行恶因为到完成，你善的就可以享福，恶就是劳碌，就很极端我就注意这个。
要了解到说，阿赖耶识，跟我们修道，跟中医生他们的关系是这样，了解吗？听有还有吗？我存2分钟呢。好，请说。好。老师，我在走路的时候，老师刚第一方跟我讲说，现在要去修那个习处落或者就是把你记下来，下在画面放下。那这个习处落是不是这样？在走路的时候，那个记下来，然后活性呈现，就跟在场地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跟场地，就是那时候就是在场地。对。那这样就变成就是跟场地。对，形式都在场地之中。时间，各位讲师、各位谈师、各位先生，大家好。为学站到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不谦献给和学区的学家。我们这个手上的永嘉大师真道哥跟西心美人，就是我们讲六祖坛经的时候讲的，已经是大概5年了，5年前开始讲，那个时候里面有说我们讲5个月5个月的时候讲到这个，现在都已经5年又3个月，9月、10月、11月、12月，5年前快5年前。有书面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看，听的话一下子就过去了。好，现在来看这个雷盘经，我讲到第几页？31种类。17跟我能读世间这边嘛，这个则为基础世界。菩萨受持呢，如是一切昼时夜灵以此身呢，投以这个自然深刻，终不毁患过去未来现在，知佛所示境界。所以这个从上面这个讲下来，就是那个这个偷懒者这个大障善道，这个大罪蛇堕那个堕入地狱之罪，毒鸡肉就比较小微细的小罪。菩萨呢，以微小之界一中呢，这个护持坚固属金刚是从经以及呢毒鸡肉等大类。四种不及呢，就是大罪的肌肉小罪，它都平等，没有差别，它都一样护持。按这样子护持的话，则为基础世间所有的戒都已经记住了。不大受持这样的境界，然后呢就有那个做那个愿，说灵以处身呢，都为次。自然呢就是火的啦，为安修真修的，那个就是。然后深坑呢就是很深的那个黑暗的那个沟坑里面。那么终不毁患过去未来现在，知佛所赐的那个境界那个觉力都不会违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菩萨受持叫我们这个发心努力修持我们都是菩萨这个菩提三动
所以要知道说那个菩萨不是说我们现在那个进修的只是到实地才算我们众生呢，只要你发大心自己要修也要度众生，只要你有这个心你就是菩萨。菩提就是给善就是有情，有情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有情。我们所有的众生呢都叫有情，有情的众生都已经觉悟了，那叫菩萨。各位是不是菩萨？有的都不敢回应。现在我也没的啦。